眾所周知，美國 Constellation Audio 係一間非常着重聲音質素同埋視覺美學嘅美國 high-end 音響品牌。波仔今次喺尖沙咀 Hi-Fi Gallery 影音科技為大家介紹嘅 Stigma Mono 就係屬於廠方傾盡全力打造嘅旗艦級出品啦。佢唔單止設計造型講究，音效表現亦都全面超越過往所有嘅同門產品。先由佢嘅機身結構開始講起啊。Stigma Mono 嘅機身分別由唔同厚度，經過 CNC 加工嘅航天級鋁材組合而成。厚度達45mm 嘅前帳板裝有廠方特別炮製，用作顯示輸出功率嘅大型指針式標頭，仲有一枚星形造型嘅電源開關掣。至於機身兩旁嘅側板就刻有29條長形嘅坑紋，主要用途就係增加散熱面積。至於厚度十足嘅頂板就鑲咗兩條鈦合金精製嘅通風散熱孔，進一步提升器材嘅穩定性。Stigma Mono 嘅放大線路採用全平衡規劃，只提供 XLR 平衡輸入插座嘅輸入級，配備 4.5W 同埋9W 輸入靈敏度可作切換。由96枚精挑細選功率管所組成嘅輸出級，響8W 負載之下，輕易提供1700W 輸出。如果匹配揚聲器屬於4W 設計，咁輸出功率就會飆升到3200W。而 Stigma Mono 仲有一樣能人所不能嘅地方，就係可以兩台拍埋一齊進行橋式接駁，到時候輸出數字將會攀升至6000W 水平，能夠提供咁龐大嘅輸出功率，除咗反映出廠方響零件質量方面嘅嚴格要求，噪音水平較傳統線性設計低20dB 水平嘅獨門 CSMPS 供電配套，當然要記一大功啦。如果大家想親身感受美國 Constellation Audio 呢款號令天下、力水源源不絕嘅 Stigma Mono 巨無霸參考學級嘅實力表現，歡迎致電尖沙咀 Hi-Fi Gallery 影音科技安排預約試音。多謝大家支持，下次見。